證券行建銀國際指出，三花控股咧2025年上半年業績強勢，受惠於 HC 業務嘅新動力，比如話啦，國家消費補貼啦、小米空調啦、節能政策啦。咁喺激烈競爭之中取得嘅強勁業績係歸功於本身嚟講，三花控股咧優秀嘅技術儲備啦，同埋咧戰力管理嘅。喺客戶同生產基地方面咧，都有全球嘅先發優勢，把握住良好嘅市場時機。由於數據中心同埋儲能系統對熱體嘅呢個冷卻需求嘅快速嘅增長咧，證券行預計三花智控業務會喺2025年到2027年嘅複合年增長率將會達到超越20%以上，所以2025年到2027年嘅盈利預測咧係上調咗10%。咁喺技術面裏面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嘅係三花智控喺程式選股當中出現咗金叉共振嘅信號，出現嘅價位咧大致上喺29蚊，最高嘅時候咧一度衝到46蚊4毫半，受益於佢嘅技術面指標裏面嘅一個信號，比如話喺我哋嘅短中共振之中咧，下方嘅量能巴信號，紫色嘅量能巴信號不斷咁放大，顯示出主力資金強勁嘅呢個介入嘅狀態，主升浪咧不斷咁提高，而導引力量都出現咗綠色飄帶放大。總體嚟講，技術面同基本面咧係共振向上嘅。如果你仲想了解更加多嘅相關嘅技巧咧，歡迎大家收睇天匯財經相關頻道，我哋仲會分享更加多嘅小技巧。多謝大家俾拉支持，記得訂閱加點讚，即可用專屬鏈接享受額外的迎新優享。